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很鬼多，其实体型各重型的屏东县将要用轨道内通为主，南北打算要加设六台转运中心。我们对哪一只角度来看，2015年高铁加起的苗栗彰化到原点也3只站，其实已经无技术提了钱呢。高铁透到屏东吞也3只站无共用的系，也会是一条全新的路线。采天人社会系使唔得利用轨道建设的开发去做不当证书，也有环保人士受骗呢，讲安尼会造成环境灾难么？从点路睇，政府对国土规划的方向到底係乜嘅呢？高铁列车天天4日苗栗站，幾百個人客上上下下，也喺平常日主要嘅人客數量，大概一日減減嘅3300人，禮拜6日有5300人。其实苗栗站在新增3站里面，我们虽然是比较晚通车，那当然最后是南港了。那基本上我们会在尖峰时间，就上下班的时间，大概会有1小时2班。那其他就是会有至少有1小时1班。抢提分钟高铁做上北嘞，下一站係新竹，朝夜高鐵路線總共12站當中，站同站遷延嘅分別係苗栗到台中60.8公里，嘉義到台南62.2公里，遷權嘅係板橋到台北7.2公里，台北到南港呢站9.2公里，其他各站之間大概都30公里邊呢。學者列劇從無論係轉台北，也係去台中，都係坐高鐵，建議為對新增加3個站過後，七塔茶做等下嘅機會。像我昨天如果從4點鐘，如果沒有趕上下午4點那一班車的話，我就要等到下一班車就是4點36。但是呢，如果我們坐直達車的話，甚至不到50分鐘就可以台北、台中啊。那因此，對於常坐高鐵的人來講，增加這3個站，它的這個影響是蠻大的，它的選擇性也變低了。商務人客同觀光人客知道千大問題係天候差頭太多嘅，高鐵就變做慢鐵。不過村外種嘅肢體，一種家鄉係期望又有夾又利便嘅高鐵。對於漁民來看，其他高鐵總運量大概2%苗栗站，去年未開始賺錢嘅。到正月班訂飛期間，雲林站和創下嘅一日出入33000人次，也做高鐵做陽站一日嘅人客量。從去年9月份開始，那我們已經連續4個月都突破10萬的旅次數了，算是其實我們苗栗站的旅運量一直在成長當中。如果從人本的話，因為佔了苗栗那麼多土地，造成苗栗那麼多不方便，設個站站在人本的觀念裡面應該的，好，那這時候已經並不考慮它的盈虧了。啊，那如果站在市場經濟裡面，當然就不值得了，因為所佔的比例不高，使用的比例沒有那麼高，所以這是2個向度。對苗栗站一台看得出去，順方都係標嘅房嘅梯，茶頭附近呢乜嘅都冇，一櫃太片呢5.1公頃現有嘅土地，吊燈也係博嘅外賣嘅牌嘅，未吊嘅幾廿年。所以我們也很擔心。現在如果真的要延伸到屏東來，蠻有可能只是很多財團啊，或者是建商啊，在角力炒作這些土地所帶來的這個經濟的價值。那這樣的結果呢，是更不利於屏東或高屏地區，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宜居，而不是需要土地的成本高到一般人消費不起。方非常社會係高鐵睇到屏東，又係環境災難的開始。屏東人要做合適而係的素材，就冇聽錯買多嘅。就屏東人對於高鐵的這個期待來講，或者是說，到底我們需要高鐵來做什麼這件事情，我覺得屏東人根本沒有好好去考慮。這個城市呢，將來有可能成為最適合人居住的空間。那最適合人居住的適合的那個定義，並不是說要你每天像很焦慮的這樣子衝來衝去啊，而是讓人來這個地方有內涵、有文化。我們工程經濟當中都有一個叫做增資益本比來做評估，那把台鐵當成一個基本的方案，
然后把它增资到高铁延伸到屏东，它的成本效益是不是可以 balance， 是不是可以平衡？这就是一个评估的方式。而且在评估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不管是中央在评估的过程当中，应该跟民众说得很清楚。我觉得这一次会有争议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交通部并没有详加去解释。也特别朝住火车头，下晝時頭雙北一邊培油馬，行4點鐘最多到台北咧。係講台鐵基本方案，培油馬做得增加班次，未做得評估增加一度成本效益。現時交通部保行政院評估當中開火車路案呢，冇包含高鐵鐵到屏東，總共有19隻案呢等等呢，總經費5000億元，其中桃園火車路加高起來，各行天拿下再964億元。排第二太台中山海線松線加高起來，沒有932億元。屏東縣長潘美安認為，同一條四太前的改善工程類比，高鐵鐵到屏東主張300-400億元天天，沙對本單模開到油，規章來改善屏東的交通。我認為政府的存在不是只有講究經濟效益，公共建設的投資是這個政府存在的價值跟必要性。如果用所謂經濟效益，馬祖南竿北竿為什麼要有2個機場？花東鐵路電氣化為什麼要蘇花改蘇花替等等？便捷的交通是政府的公共建設的必要的基礎，這才是人民繳稅給這個政府的一個相對的責任跟義務嘛。他到屏東之後，到台東、到花蓮、到宜蘭，你知道可以繞台灣一圈，這樣可以把台灣緊緊的把它鏈接起來。那我們台灣就整個台灣變成一日生活圈。到2015年代，中國海南島700公里安長的環島高鐵已經全線通車嘅，完成1日生發權。整次高鐵到屏東聯盟認為，台灣吵吵鬧鬧打送嘅咁多年，係講海南島也做得到，竟然為台灣做唔到咯。屏東的相關的民眾有這樣子的一個需求，我們大家都覺得非常合理了哈。那我們怎麼樣去讓民眾了解，我們這樣做或這樣沒有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？我覺得這是政府必須有的責任。南台灣用了很多屏東的資源，可是呢，你卻沒有回報屏東的鄉親相對應的一些城市發展的一個承諾。我覺得基本上這是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。做這一段高鐵不會虧本的。那但是如果說高鐵進不來的話，那我們退而求其次，我們在想說，我們會要求說，我們的高捷拉一條線到屏東市、屏東糖廠，這是一條線；另外一條線是到林園之後拉到東港去，這是另外一條線。高鐵延伸到屏東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加油嘅唔單止係同高鐵睇到屏東去，還有國家總體嘅交通改善同國土規劃。我打造台灣1日生發權模，用乜嘅打造呢？也有其他想法係政府聽咗有長遠眼光同策略，桃園機場客運最顯利益，2020年到今年漲通差。問題係有幾多漲20年，可本按樣嚟打送咯？